29日發生輕生案。下午2時40分，警方接獲報案，中環鴨巴甸街41至49號金豪大廈一名男住戶在單位內懷疑沉短。警員接報到場，發現54歲男子事主倒臥房間，旁邊有一盤燒過的炭，他現場被證實死亡。警方沒有檢獲遺書，將案件列作自殺處理，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中環今日29日發生輕生案。下午2時40分，警方接獲報案，中環鴨巴甸街41至49號金豪大廈一名男住戶在單位內懷疑沉短。警員接報到場，發現54歲男子事主倒臥房間，旁邊有一盤燒過的炭，他現場被證實死亡。警方沒有檢獲遺書，將案件列作自殺處理，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